新傳媒 Capital 到北城市頻道現在有5個報告簡約新聞。我國甲中國將進一步加強雙邊貿易甲投資聯繫。我國總理吳順才昨日甲來新加坡訪問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舉行雙邊會談了後，在聯合記者會上表示支持點。兩個人也共同見證了新中簽署8項雙邊備忘錄甲協定，包括設立新中綠色數碼航運走廊，將雙邊合作提升到國家的級別，進一步推動海事領域的發展。國家發展部長池宏達表示，儘管我國最終可能無需要一寡政治保障措施，但是目前還閣唔是取消這措施的時陣。池宏達在理工校公共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甲種族和諧資源中心舉辦的研討會上表示，趕緊要取消集選區甲保留總統制的措施，可能會帶來嚴重後果。新加坡武裝部隊今年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州小尼奧特曼訓練區舉行的第一次演習中，展示了戰場上使用的全新數碼解決方案，並且頭一擺引入高機動火箭炮系統進行實彈射擊演練。這種包容社會的知識行動今年進入第13年，吸引了超過45000人參加線上甲實體活動。參加的人數是歷來上多。外社區發展理事會也頭一擺做一日參加遊行，象徵新加坡團結一致，為打造包容社會做步同行。下星期3是世界中風日，為了更較好幫助中風活下來的人甲看護者，本隊明年將推出新的救助熱線。這條熱線將由15名受過培訓的志願者負責接聽。相關民間組織也制定計劃，將現有的志願者團隊擴大到30個人。是龍崗飛園的中作息中心，明仔日開始展開為期3個月維修甲重新粉刷工程，包括遊戲水、改善廁所以及更換倒椅、排氣系統、電燈、風扇甲防火設備等等。我國明年將舉辦東南亞最大型的皮克球錦標賽。當時，新加坡體育社將正式8個全新的戶外皮克球場，在明年1月起開放予公眾使用。另外，我國的10個系體操小將葉怡琳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世界競技體操錦標賽，並項目比賽中以13.333分的成績排名第6，為新加坡締造歷史。簡約新聞報告完了。